果佢做咗成20年咧，平馬人咧都唔知3歲馬要打到新年打後咧3至5月開始咧，你先留意咧。佢出腳怪咧，大家望一望啊，其實兩個前腳比較生得直少少，直少少嘅話，即係膊頭嘅角度未夠，可能係影響到咩尾磅未定啊。其實7、8、9咧，我諗下半年度咧會見到進步。係啊，呢幾隻馬咧都係好值得留意嘅馬嚟嘅。但係今日咧拉出嚟咧都係同一樣嘅嘢，你見到隻馬係好睇嘅，但係你提晨操睇佢啊，或者見到喺亮相圈咧。3隻都好似未熟咁樣啊！係啊，6、12放到喺前面走，14、5搏去守到個靚位追。呢個係賽前都有提過㗎。死肥仔，有咩馬講？好快啲講啦！唔好喺度拮窒住晒啊！等間嚇。得唔得啊？6、12、14、5咁啊！帶頭而家仍然係醒目高球啊，黐住條欄嘅，跟住就係10號伶俐標區，好似爬唔到啊，好似頭先咁樣啊條直路。跟住咧5號啦，活力拍檔6、12、5，好正常賽果啦，但係又一再失望啊！應該多少進步咧，就5號咧就應該可能保住個第2。6號啊當然唔係叻啦，你見到佢生到不得了啊，對住呢堆馬夠快，贏咗你。爬唔到，上唔到嚟。成堆3歲馬都係唔得。係啊，3歲馬喺呢度話俾你聽咧，通常咧3月份開始咧係會好啲。呢個時候係4歲馬天下。咁當然會有啲例外，3歲馬會好啦，一慣例咁滯嘅，賭咗咁耐。最近嗰隻7、8、9 3隻都同一樣嘅問題，係未得嘅，生到不得了。咦咁？即係如果佢做咗成20年咧，平馬人咧都唔知3歲馬要打到新年打後咧3至5月開始咧，你先留意咧。佢都冇跑過馬。好，分唔出係咪有700幾啊？好似係400幾啊。